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大家好，我是陈碧纯，欢迎收看10月24号礼拜二的中嘉台南地方新闻。议员郭清华上午伫议会针对事业废弃物的处理，以及每一间环保清运公司收运本数计数落差真大点问题，提出质询。伊建议爱扩建焚化炉，或者是增加掩埋场的储存量，并且加清运业者坐谈，希望改善中小企业废弃物处理成本上过悬的困境。议员郭清华接到中小企业反映，环保清运公司的收费市场行情为4500到1万块不等，造成企业经营成本增加。因为焚化炉有本数量的限制，所以废弃物也是袂当全部清运。对此，议员建议扩建焚化炉，也即是开辟掩埋场来运用。即摆外口遮的迄个事业废弃物啊，吼，是倒甲贵的呢，倒甲贵的呢，吼。恁应该安那念呐？恁若应该讲，事实无多人去处理，恁家人爱去起炉啊，吼，也是爱去开辟掩埋场，恁爱去做即个工作啊。你袂当一个台南市政府啊，含迄个粪扫部分也袂当处理啊，恁阁会当去对我讲啥？即个基本的粪扫恁都袂当处理啊，恁要要求工业发展？差不多，我伫明年的2月就开始有容积出来啊，陆续有容积出来。明年2月就容积出来，容积出来的时阵，敢有法度人去负荷降的时间无法度去处理。这两部分嘛吼，第二部分就是讲迄个我整个焚化炉吼，咧评估一个研议嘛吼，研议伫明年的6月吼，就会一个完成一个整体的规划。这段时间内底吼，阮会去做垃圾的调度啦，去做垃圾的调度。针对违章工厂的问题，议员强调，因为工业用地真歹处理，造成真侪企业只好将工厂设伫江边农地。热烈欢迎现在正在审议第3次临时工厂登记。议员建议市府向中央争取放宽资格。也就是只要符合环保、消防、水利等规定，就会当持续补办临时工厂登记、落力管理。你若讲伫105年，吼，伫105年，伫3月吼，咱有立委提出即个版本的时阵吼，咱也拢会当甲做领导的时阵啦吼，其实啦吼，对着这中小企业也好，对着咱的农地的灌测也好，吼，对着咱的环保也好，对着咱的消防也好。拢有帮忙嘛吼，咱会当安那念啦，因若有领导的时阵，咱会当去甲辅导互因合法嘛。这部分就是讲，嘛要取得安全啦吼、消防啦吼，还有环保，上重要环保。也就是说，现有的微工工厂不要让它危害嘛吼。但这一部分呢，要可以纳入零灯工厂的时候呢，是要低污染的，高污染还是不行。另外，议员佫关心到7个科工区开发进度，经发局预计伫109年2月开票完成，109年底就会当进驻。台湾新闻台山林根采访报道。安南区安中路一段，只要拄到大雨，当地居民就要遭受饮水之苦。为了改善这个问题，工务局目前正在进行改善工程。不过，议员李中琴实际到现场勘查，却无看到任何拓宽或者是加深的工程，所以要求工务局提出工程设计师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台北拄到风台大雨，安中路一段总是逃袂过淹水的恶梦。为了解决这个情形，工务局现在正在进行相关的改善工程。不过，议员李良庆质疑，原本计划要进行水沟加深、甲拓宽的工程，但伊实际到现场看，所完全看袂出相关设计，要求工务局清楚说明。它的设计到底是怎么设计的？为什么只有做路面？那我们说的呢，要把它拓宽，要把它挖深，都没有做到啊。这个应该是还没施工到那个时候了。没有，到目前为止都没有动到，已经挖了1个礼拜了。现在大概就是他想要把这个宽度做一个修改，所以他现在是。局长讲这样不对哦，他没有预计要拓宽的那个想法呢。因为他本来大概就是有1米宽了，所以维持它1米宽，
就可以另外，议员李良钦亦指出，还为了大牌景观营造工程，包括天花、地风池、排水等等5项缺失，要求市府爱更较用心。对此，议员李良钦表示，将要集水力桥，再找时间到现场会勘，改善缺失。联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台南市李林简便案第一议会受到部分党派多位议员的异议，要求暂缓或者是提案修正。不过，民政局强调，该案已经由市府核定，最近会进行公告。议员王家珍再度提出质疑，认为背后是有目的的。针对李林调整的争议，议员王家珍表示，议会部分党派拢认为并无适合在这个时间执行。虽然接受侪议员反对，不过市府说议员无要暂缓实施，可以质疑李林调整背后的目的。史上最傲慢政府，昨天本会的同仁送了一个案子，针对李林调整。不分党派，朝野议员，我们都认为此时此地不宜，而且呢，坦白说，我们认为贵府有高度的政治考量，但是不管是执政党、在野党怎么讲，你们都充耳不闻，你们都认为一定要完成赖清德他对台南市继续的关切。另外，对着台南大学决定无要迁校到7个，以及热清着伫市长任内曾经答应会伫东区起小巨蛋，但如今却拢跳票，议员王家珍相当不满，并批评执政党是史上上大的诈骗集团。我今天要问你的是，东区的小巨蛋到哪里去了？你们是不是史上最大诈骗集团？我们东区的小巨蛋呢？你们不是在这边一口一声的告诉我们东区的乡亲会有小巨蛋吗？结果现在小巨蛋去哪里了呢？跟着财团，跟着土地炒手，跑去了高铁沙仑区吗？跟议员报告哈，就是目前这样的做法其实是对整个市政是最好，就是说我们是盖了一个请经济部这边出资来盖一个会展中心加小巨蛋。哪一件事赖清德不是说对市政最好？如果他老早就知道台南大学那么没有用，成功大学的讯息也不明确，那为什么在市议会还要告诉我们小巨蛋要落脚东区？为什么？针对台南大学无要迁校到7个，代理市长李梦燕指出，是台南大学对不起台南市民，要求向市民道歉。你未来将调向配合其他大学，也就是作为其他产业用地的方向规划。另外，小巨蛋的建设，市府决定甲会展中心结合做伙，设伫高铁特地区。咱新闻站山林根采访报道。为4年前市府开始大力推动采访大台南以后，嘛制定图书馆有计划改造计划，到目前已经投入1亿9千万的经费。其中安定图书馆伫经过8个月整修以后，上午由副市长张正元等各界贵宾共同剪彩，正式用全新的风貌加向亲居民。兴建到达已经有27栋的安定区图书馆，虽然5年前有经过一摆整修，不过由于无法应应地方的需求，立地市府大力推销侧向大台南，伫学校甲各区图书馆有计划努力。安定区图书馆经过8个月投入430万的整修，现在1楼已经规个拍通，变成600多平舒适明亮空间。伫装饰顶面嘛增加到6万多册，让民众相当有感。它的环境的空间有变大了，然后书的变化量、多彩样都有见得那个增长，然后舒适度吧比以前更好了，更吸引我们来看书。对对对。开始伫整修期间，社区民众拢相当的期待。上午伫副市长张正元、文化局主笔甲安定区长等地方人士的见证，正式剪彩落成，希望互安定区一个完整丰富的阅读城堡。
台南市政府呢非常重视教育啊，那所以呢，我们从103年就把书香大台南列为10大旗舰计划。我们的目的呢，就是要改善图书馆的品质，从2方面，硬体跟软体。在硬体的部分呢，我们希望我们的图书馆能够优质化，能够成品化。那透过2个方式，一个是学校，我们在103年到现在已经改善了105所学校图书馆的优质化。那在区图书馆的部分呢，我们一共有27所要改善，安定区图书馆是第13所。那我们可以看得到说，我们整个的一个空间啊，让它变大了，我们空间变宽敞了，我们整个的一个布置就像成品书局一样。我想这个是我们台南市政府呢图像大台南一贯的目的，那我们会持续做下去。根据了解，市府推动图书馆优质化，伫2个体改造方面，已经有105间学校有27区的图书馆完成，总共投入1亿9000多万，大大提升借册比例甲月台风气。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台南市长陈顺林、陈廷辉24号召开记者会，推出安平3大万型证件。估计将升级安平的运输路网，提升公共设施，以及塑造新转水岸这3大主题，替安平区打造全面性的市政蓝图。台南市长陈顺林、陈廷辉24号一天，伫倒位后湾会干部陪同之下，召开证件发表会。与会干部有龙美创联董事长郭麒麟、总干事文平里里长李瑞福。顾问团团长李信中的主委王泰运，也有安平区里长联谊会会长黄俊策等人，拢到场支持。做伙听取台南市长陈顺林、陈廷辉为安平区量身打造的市政愿景。咱第一大愿景就是咱运输路网要升级，来改善着都市的交通。咱台南先进的运输系统要来推动。咱嘛知影讲，咱台南即马中央予咱台南非常侪的建设经费，其中有轻轨建设。轻轨建设一定要跟观光结合，所以我们希望建构具景观之轻轨系统。安尼开让真正达到咱要推动观光的要点，然后推动台南都会区北外环道路4期的建设，来缝合我们安平至市区连外交通的瓶颈，然后咱的公共设施的提升，共同创造合宜的发展，就是咱永华国民运动中心的兴建了后。虽然伊是伫咱安平的对面，是咱中西区，毋过咱必须着咱中西区甲着安平，咱即个永华国民运动中心的兴建，作为提供咱市民休闲运动的场所，来增加市民运动的品质。然后，咱抗地一定要活化，就是咱路外停车场要安怎来兴建？因为只有交通的问题解决，停车的问题解决，才能真正，互咱安平真正会当走向观光一个绿色的城市。陈廷辉强调，争取市长提名以来，无拍口水战，只有捧出各区需要的政策牛肉，希望安平区朝向这3大方向，不只将安平迈向国际性观光驻点，也当同步改善社区生活品质。另外，后晚会29号上午10点，伫永华路2段812号举行安平区后晚会成立大会。陈廷辉将要向支持者报告安平区未来发展的蓝图。后晚会欢迎关心咱市发展的朋友前拢参加。咱的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咱先休困一下，马上回来新闻现场。正确开启车门很重要，不然怎么开呀？下车要转头注意后方来车，再慢慢开车门。这是两段开车门啦，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两段式开车门。因为很多要水也是在
欢迎你和我一起来收看《非读不可》，台南爱读册。每当的11月到过冬的4月，是流行感冒的高峰期。只要年满6个月到国小入学进前的幼儿，拢是公费流感疫苗对象。市府卫生局特别到幼儿园做宣导，用趣味行动剧，让小朋友看甲真欢喜，也袂记起注射紧张。为了防止流行感冒，今年流感疫苗已经伫10月开始注射。除了年满6个月，国小进前幼儿会当免费注射以外，今年也搁增加6个月婴儿的父母、甲幼儿园老师等专业人员，拢伫免费注流感疫苗防疫内，希望降低交互感染的情况发生。尤其我们在流感病毒的话，我们在好花姨我们在我们6岁以下的小朋友，那这个病毒的话，往往都会造成我们在幼儿园我们在托育机构，还有我们校园的一个群聚的一个重大的感染的相关的事件那尤其在我们6岁小朋友以下的话。因为抵抗力比较弱所以说往往都比较容易得到流感的一个侵袭，而且也比较容易并发一个重症。所以说这个部分的话，我想也在这边提醒各位家长的话，一定要特别的小心。所以说今年的话我们为了照顾我们6岁以下的一个幼儿婴幼儿，那我们又增加有2项就在我们婴幼儿6个月以内的家长的父母亲，还有在我们幼儿园还有托育机构的一个老师还有专业人员那这个部分的话是今年所新增的。流感是病毒所引起的急性呼吸道疾病，容易发生伫11月到过年的4月之间。其中，各6岁以下婴幼儿容易并发重症，甚至威胁性命，所以千万唔通大意。卫生局呼吁厝内有免费注预防针的民众，会当到各区卫生所，也是指定的病院来注射。但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南区的乐里社区，除了有出名的湿地生态，现主时南台科技大学，佮将当地团水海怪等等历史故事规划成市集，配合社区文创产业佮活动游戏，也请民众10月28号去体验无同款的历史。由南台科技大学跨系学生所规划市集，主要就是以大航海时代荷兰到郑成功这段期间的历史作为背景，拄啊伫古早地图标示海底海岸、塔库等海怪作为主角，也将原本当地载盐的5荷兰车改造成为海怪列车的装置艺术，搭配传说当中的海怪之一美人鱼，相当吓目。加上这实景游戏的设计、左右的互动，加社区产业的电视，嘛是要照出活化乐里社区。这一次我们在鹿耳社区办的这个海怪出没注意市集主要的原因是希望说透过一个所谓的历史体验的方式，去带出有别于以往这边可能只强调黑面琵鹭湿地生态的一个不同面向的特色。那为什么会跟海怪结合？其实主要是因为跟大航海时代古地图上我们在标示一些海底的暗礁，那我们会用3种不同的海怪，包含金鱼、章鱼还有美人鱼。那透过像实境游戏、桌游、DIY 体验等等，再结合一些周边的社区产业，还有像和民纺织跟华美光学的观光工厂的力量，我们一起来帮社区办一个这样一个市集活动。那
学生不管设计游戏、甲社区联系，或者是大胆装扮美人鱼等等，除了展示青年参与社区活化改造，嘛是因创新教学的成果相当值得鼓励。透过这次的实境游戏呢，我们更加的了解那个鹿耳门这个地方的历史，然后也更加了解我们荷治时期发生的一些事件。所以说，透过这款游戏呢，我们除了学到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那还有我们也在历史的知识上有更多的增长。有兴趣的民众，不妨把10月2日拜六的时间加一抓农里社区，相信对咱原本湿地生态印象，也阁有新的历史体验。电新闻军及郭博义采访报道。金门除了自然景观甲人文古迹，上界出名的就是高粱酒、广岛甲贡糖。现主时到百货业者举办8年来第1届金门物产展。介意金门特产的民众都唔通错过。金门的物产美食古迹相当丰富，受到真侪人的喜爱。为了回馈消费者，台南大碗吧将金门所有的美食物产全部拢载到百货6楼，举办金门物产展。伫现场有贡糖、广岛，也有上界出名金门高粱酒等等。特展将要提供予消费者试价选买。介意金门物产的朋友，千万唔通错过。有好酒以外，我们这边还有好吃的好料理哦。大家知道吗？金门它也有出产蚵仔哦，芋头啊，没有错，就是芋头酥啊。这个芋头酥呢是只有当地才能够产出出来的芋头，台湾的芋头去弄出来的东西，不是那么的好吃。金门因为它有独特的山，它那是那个山水种出来的芋头特别香甜，一包只有100块，价格真的是不贵。那还有古代古早时阵进贡给皇帝的贡糖哦，我们卖的超好的哦。那其中最著名的就是最近最夯的猪脚贡糖哦，还有1条根的系列产品哦，欢迎大家踊跃到我们台南成功店这边来。金门店除了产品本身的优惠以外，也有推出金门酒厂满额礼消费满500送酒杯，用 Happy 购卡。但比消费满1000，可以当参加抽奖活动，这优惠希望会当去引荐加侪买去。南宁新闻张伟忠采访报道。位伫东区的购物中心，26号开始将加入百货周年庆的战局，下晡各大专柜甲营业部门的员工都用跳舞的方式来互相鼓舞士气，希望伫15天的周年庆当中，会当拼出10亿的好成绩。26号开始，加入百货周年庆战局的东区购物中心，24号下晡伫大门口，包括专柜家属、营业单位员工，拢动员誓师，以热情活力舞蹈来互相鼓励，希望伫15天当中拼10亿的业绩。哇哦，超可爱的，跟刚刚的这个帅气完全是不一样的哦。前面2位是我们时尚名品厅的吉祥物。今年我们的周年庆的目标，是10亿，因为有我们大家这个团队这么优秀、这么棒，所以我们一定要达成。好。所以员工都要手提加油棒，卖力鼓舞。第3点，嘛拢搭上达成能力，希望购物中心的日期工程2档后完工以后，会当再来更较大的购物优势，达成更较大的目标。第2期是我们这边的北边凯旋路上那边土地有3000坪，大概我们那边有8500坪到8800坪的商场的使用面积，同时在这个高度大概跟我们这边的一样，大概50公尺。有大概10层楼，最上面2层是给老爷行李，做老爷行李，然后底下的就是由我们商场这边来延续来做。什么时候开始？应该是这个月已经交委通过了，11月份会有都审，都审完以后我们就开始送杂造的地下连续壁开挖，所以应该在年底我们就会动工。是的，2年后就会完成。
对10月2日到11月8號的12天，如果現金回饋有18%，嘛歡迎消費者參觀比較。等新聞官及郭博義採訪報道。新聞最後趕快來關心氣象。明仔載是好天，有時在雲的天氣，溫度22度到28度，袂落雨。海面電光風力5級到6級，上大陣風是8級。感謝你收看10月24號的中嘉台南地方新聞，我是陳美泉，咱再會。